美國聯儲局就好似市場預期咁減息0.25厘，本港銀行亦都跟隨宣布減息0.125厘。以匯豐銀行為例，最優惠利率由 5.125 下調去到5厘啊。而現時普遍採用嘅 H 按封頂息口為 P 減 1.75厘，意味住實際供樓利率將會由 3.375 厘降到去 3.25 厘啊。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就指出，自9月以嚟，本港銀行已經2度減息，累計減幅去到0.25厘，加上最近中美關係緩和同埋股市回暖，有望進一步提振樓市氣氛，預料會吸引更多租客轉租為買，同時亦都促使以收租為目標嘅投資者更加積極入市啊。會德豐地產副主席兼常任董事黃光耀就表示，聯儲局宣布再減0.25厘，金管局亦都隨即下調基本利率，香港主要銀行亦都宣布跟隨下調港元最優惠利率，有助減輕供樓同埋企業融資成本，加上股市暢旺，差估署最近樓價指數連升4個月，帶動用家同埋投資者加快入市，推動樓市穩步向好啊。若果以貸款500萬30年還款期計算，按揭利率由 3.375 厘降到 3.25 厘之後，每月供款就會由 22,105 蚊減到 21,761 蚊，即係減咗344蚊。若果由9月以嚟計算2次減息，就總共減咗 0.25 厘，每個月供款就可以減692蚊啊，對供樓人士係一大舒緩啊。喺息口回落同埋人才流入帶動底下，租金持續上升，公平過租嘅屋苑項目明顯增加。以最新按息 3.25 厘計算，中原地產統計顯示，143個租金指數成分屋苑入邊，有112個屋苑喺8月份嘅租金回報率高於按息，即係有多達 78% 屋苑公平過租啊，較7月嘅103個增加咗9% 左右。當中回報達4厘以上嘅屋苑有34個，同7月持平，但較去年同期嘅18個大幅上升近90%啊。目前回報率最高屋苑就係紅磡黃埔達 4.84 厘，成為全港收租王，其次就係荃灣荃威花園同埋西圍嘉輝花園，分別錄得 4.83 厘同埋 4.69 厘。上個月以 4.87 厘居首位嘅九龍灣德寶花園就回報率下降到 4.59 厘，排名跌到第4。鰂魚涌南豐新村同埋葵涌華景山莊就同以 4.48 厘排名第5位啦。另一方面，回報率低於2厘嘅屋苑已經絕跡，去年同期就有6個，目前回報率最低嘅屋苑就係九龍站嘅凱旋門，錄得 2.13 厘啊。今日條片就嚟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